好，歡迎收看公視第2台下晡新聞，我是曹欣。27秒來看今仔日的新聞重點。中聯問題由落個標準因爭議，是由署公布會議記錄，刷起後在野批評衛福部長趙忠良講白賊。風颱北海底劃近台灣，台東往回人數的船啊，對今仔下晡開始無駛，往回綠島的對面啊下晡開始無開。俄羅斯對基輔大轟炸造成嚴重傷亡，烏克蘭的防空系統刷連一粒俄羅斯飛彈都無摘掉炸落來。中聯油驗到一級地間物質苯便比超標，也7月初4開專家學者會議了後，消息關於講啊，這個問題油的比例超過20%的產品愛落價。也這是引起爭議。消署站公布會議記錄當中，中聯的3個代表攏有佇咧，也這是甲衛福部長趙忠良進前講的無共款，就去互在野批評是毋是咧講白賊。衛福部表示講啊，會議佇咧討論落價的範圍是無記錄到廠商代表因講啥物，也部長趙忠良就掠准講廠商已經離開，毋是調工賣溫滿。是藥署初5暗時公布7月初4專家學者會議的記錄，出席的專家學者攏總7個，行政院食安辦公室主任師傅，中聯公司有3位代表，衛福部是藥署署長強志光做主席，會中先討論中聯案問題重點，不幾個專家攏用代號佇咧說明，討論到是毋是甲有疑慮的產品擴大落市。A 專家就建議，就要鎖定問題油品比例超過20%的包裝食品，進行預防性落市。啊，毋過E專家煞有疑慮，認為做法無考慮到無共產品的攝取量差別。F 專家是贊同，建議先為大型的業者來管理。最後是藥署署長強志光就裁示，第2站業者要求的自主評估，若是產品使用的問題油品佔超過20%，也是做好的外觀，也是原型的調和油，就要預防性落市。20%的決定是依據專家會議的討論，食安辦出席是本於他們自己工作的權責。那大家也不要忽略，會議記錄裡面也有提到，中聯不符合規範是不能復工的。在野黨的立委就批評講，這場會議就定出20%的標準是無夠有路，而且這場會議從頭到尾，中聯的3位代表攏佇咧，即期衛福部長趙忠良這幾天佇咧立法院回應講，中聯只是報告，根本就是咧講白賊。衛福部長公然的欺騙說謊，說中聯有指的代表，他們是只參加其中的1%。但是最後事實證明，他們全程參加。衛福部是發出聲明，趙忠良前幾天講到廠商佇咧專家會議完成報告了後就離開，是因為伊本人無出席7月初4的專家會議。伊看會議的記錄內容，因為佇咧討論擴大產品落市的範圍，佇咧專家討論的這個階段，記錄已經無廠商代表講話的內容，所以伊才理解講廠商已經離開啊，並不是挑故意要隱瞞。另外，針對在野黨這支台糖敢有暗崁的記錄。台糖表示，針對服務提供為中聯公司的粗油罐頭，造成台糖商譽損當着商品落市，閣去予外界講油有問題，這個損失也會願意提出告訴。現在這些啊都是很大的一個損失了哈，大概初步的金額大概就2.43億了，未來哈會委請這個律師哦正式向福茂公司來提告。台糖嘛強調，今年到今，台糖沙拉油封驗買32擺，逐擺攏安全過關。然後有一寡烏白亂造的公論，攏講台糖是毒油，完全甲事實是無符合的，表示真遺憾。記者綜合報道。2004年，雲林檢方查到講，佇台北港的龍山公司明明知影中國進口的環境粉有蘇丹紅這個工業色素，也是叫員工甲這個環境粉賣互下盤。業者佇咧去年去互起訴，最近雲林地方法院判業者有期徒6個月，減罰金30萬，也專案也閣會當上訴。2004年3月，雲林縣衛生局的人員來到北港中國龍山公司稽查鹹姜仔粉，因為業者明明知影中國進口的鹹姜仔粉成分有蘇丹紅色素，佮叫員工價7663公斤賣互唔知影的廠商。2025年，互檢方起訴，也頂個月底，雲林地方法院判4名業者有期徒刑6個月，並科罰金30萬。被告其實，在飯後他一直很希望能有緩刑的宣告，不過他自己在法庭上有講到一句說，他覺得這個蘇丹紅這個成分吃的可能也還好。那這句話也讓陳審法官覺得說，從這點來看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給他緩刑宣告，還是必須要讓他面對有期徒刑的制裁。
雲林地方法院表示，4名業者雖然承認犯罪，卻認為這寡鹹姜仔粉驗出來的蘇丹紅色素3號，其實屬仔爾，食落去對身體無影響，明顯是無藥益食品安全，無適合判原刑，也拿專案會當上訴。針對判決出來，業者是無回應。蘇丹紅色素是具有食安餘力的毒性化學物質。長期或大量的攝入會對人體造成過敏、呼吸困難或皮膚發紅等現象。雲林縣衛生局呼籲蘇丹紅對人體健康可能有威脅，會損斷肝甲腰子等等的功能。食品業者一定要遵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的規定，對製造、加工、保存到賣各種的過程，攏要做好衛生管理，守護消費者的食品安全甲健康。記者綜合報道。受到美國三大指數大落影響，今日台股是開低震動，早盤博買600點，收盤收佇咧44396點，落214點。也台積電收盤博40塊來到2365塊。也亞洲主要股市今日同款軟哦，南韓股市盤中落超過5%，擱再暫停交易。也日經指數上檔捌博超過1300點。收盤是險啊無65000點。也針對今年度總預算案，立法院長韓國瑜進前講要拼明仔載來散讀，今仔日是理論協商。國民黨的立委洪曉玲提案凍結行政院長倒英台的薪水，這是個引起調野來對下。也外界咧關注講國軍的志願役這個薪水啊，加3萬，進度是到倒位？行政院秘書長張惇涵是回應講，會按照調野協商來決議，上班佇咧10月會甲立法院來溝通。也若軍公告薪水加4%這部分是已經編入去每年的總預算。針對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立法院調野協商一擺了後，保留658項提案。院長韓國瑜講要拼初7完成三讀，初6韓國瑜啟動第2擺協商，不止個簽開始。針對國民黨立委洪曉玲提案，要甲行政院長倒英台9月到12月薪水凍結，佫引起調野修正。因為不做事就不要領薪水，這是大家國民都認知的一件事情。希望他能夠依法依憲的履行他作為行政院長的職責，就是趕快公布法律，附屬法律。憲法的設計裡面，本來我們立法院3讀通過，它的設計上就不附屬。那為什麼它不附屬，變成我們認為他要刪除他預算的理由呢？立法院去年三讀通過修訂軍人待遇條例，甲國軍志願役加薪水這套式增加到3萬。不過行政院宣布無要附屬，無要執行，一直延到今年4月，攏還未交付審查。張惇涵回應，行政院會依照調野協商的決議，上晚佇咧10月來甲立法院進行溝通。不過嘛講到軍公告加薪水已經編入每年的總預算。從今年7月1號開始，主管加給加2000。專業加給加2000，明年公務員調薪4%，也就是說，這些加在一起，明年公務人員可以加薪5.88%到9.88%。張惇涵強調，今年7月初1實施的部分，會等到今年度總預算審查煞，行政院會提追加預算來補7月初1辦理。也若總預算當中，在野黨要凍結要貸公司超過10億的預算，和超過50個公司製作人人數，唔拿藝文科啊鬥相天，真濟演藝科啊的人嘛鬥相驚。張惇涵嘛講，唔通因為政治來扣國家的金。預算可以監督，文化不能被清算，超過10萬人站出來支持聯署。支持公視的預算，文化沒有藍綠，文化是一個國家的根，不要因為政治而跑了國家的根。張惇涵希望調野立委會當再三思，希望最後協商的階段，甚至是佇咧立法院表決的時陣，閣有當時空間。記者綜合報道。漢光演習今日來到第2天，國軍營案要來第1擺實施紅色演練，就是要阻擋中國佇咧戰時甲淡江大橋摕落來，分2路對淡水甲八里入侵政治中心。天山浦門橋車吊掛油桶浮動下落河面上，由於五山江邊郡甲時間走小玉落河路阻絕。漢光演習第2天，國軍模擬中共進犯北台灣，可能滲透淡水河出淡江大橋，威脅咱國的政經中樞。對此，國軍特別選淡江大橋做演練的重點科目。防範共軍從淡水河口登陸，今年通車啟用的淡江大橋將首度納入演練。今晚驗證阻絕設置，而今天一早，公視新聞獨家直擊53工兵群同步在淡水河道進行多道的阻絕設置。
岡山江濱郡佇淡水河設普通平台遊艇，去年嘛第一擺引爆嚴重拖強軍的行動，學者觀察淡江大橋若落入強軍的手頭，國軍面臨強軍兵分二路的攻擊，有必要演練向前阻絕。其實過去的話，可能他的一個部隊只會從一個地方，會從兩邊進行登陸，對台灣的台北市進行攻擊。可是如果有淡江大橋的話，是不是他就在一個地方登陸，然後他的部隊就可以去利用淡江大橋，從八里這一邊對台北市有另外一條路徑的攻擊？首都防衛是演習上重要的，國軍部署交出守護大台北地區，空軍的天弓3型防空飛彈車第一擺現身台北街頭放列，會當炸戰機、巡弋飛彈、反輻射飛彈、甲底頂戰術彈道飛彈。國造的天弓山飛彈肩負大台北地區的防空攔截重任，記者就直擊在漢光演習期間呢，飛彈車機動部署在大佳河濱公園附近，對面就能看到松山機場。國軍借此反制共軍的飛彈威脅，保護我方的關鍵基礎設施。今天和平公園本來就是屬於一個開闊地址，那對於雷達跟飛彈的發射這個導控的方式，基本上狀況都是相當良好的。憲兵指揮部防止強軍斬首行動，初5深夜演練萬軍計劃，分別戰車遭萬軍車隊模擬戰時階段，護送總統賴清德為總統府出發，前往台北的行山指揮所，賴總統親身坐分別戰車。總統府回應，總統甲團隊成員進行緊急狀況的防衛作戰指揮，甲國情繼續運作的演練，借此檢視指揮體系、跨部門協調甲應變機制。國軍嘛像是強化離島演練，防範局軍出綠島攔截做直升機甲無人機的前進陣地。華防部7月聯合防禦操演了後，閣再派部隊登島。部隊坐客船登綠島了後，隨佇港口戒備訓練實戰情景。若強軍擾台情況是哪來哪嚴重，國防部偵查到9隻強艦、7隻公務船、甲6隻厝強機過中線侵擾中部、西南甲東部空域，互兩國的情勢愈來愈緊張。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國際消息，羅西亞8月初5閣再對基輔甲西邊地區大轟炸，也這是造成嚴重傷亡。烏克蘭的防空系統說是連一粒羅西亞的飛彈都無再掉炸落來，恐慌真激烈。也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是足無奈哦，講今年以來美國提供的反彈道飛彈，敢若去年的1/3。這單針對倉庫、基礎設施甲火車頭等等地點的半暝攻擊，是烏克蘭首都基輔最近這幾個月來受到上猛、上致命的轟炸之一。民眾的恐怖並無因為戰爭的時間悠長有一絲的消退。Не спимо вже 5 років. Сна немає, нічого. Людей страх, постійний страх. Живемо просто сьогоднішнім днем і все. Тому що другому ніяк. 雖然烏軍成功炸落來115隻陸軍無人機當中的98隻，不過，相對24粒殺傷了驚人的俄國彈道飛彈，加4粒各種巡弋飛彈無能為力。根據法新社引用俄國空軍數據，莫斯科7月平均3天就炸烏克蘭一屆，用創紀錄數量的飛彈。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嘛向國家安全及國防事務委員會坦白，俄國的空防能力確實已經買無夠。Командуючий повітряних сил Україна почала отримувати приблизно в 3 рази менше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7月初，北傳出美國已經同意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飛彈系統，不過總統川普雖表達疑慮。BBC 報道，烏克蘭有數量不明的愛國者飛彈系統，嚴重欠缺的是愛國者哪吒飛彈。有軍事專家就形容，基輔的前鋒可比車庫差一隻超級跑車，煞無油通用。預期莫斯科會擴大生產大道飛彈，烏克蘭敢若會當期待歐洲朋友會當提供更較濟幫助。And that's partly about looking at what more we can provide as the UK, but also recognising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I personally have,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contact group with Minister Pistorius, to mobilise international support. 歐盟執委會主席邦德萊恩拜三表示，歐盟已經為防擋擊在羅西亞資產當中得到80億歐元的衍生利息，而且把其中的14億核心代票520多億援助烏克蘭。另外，路透社報道，美俄之間閣咧就愛國者飛彈進行相關的談判，負責推動的美國駐拜爾調蘇奎塔克當咧討論的方案，包括未來佇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飛彈系統零件，佮三方德國甲鬥完成。公視新聞王祖梅編譯。也德國轉送軍用物資去烏克蘭的萊比錫機場，講發現一隻無人機有裝爆炸裝置，也規個機場是攏封起來，假載是無爆炸。另外，閣有一隻 DHL 飛機佇咧空中，哪像講是啟動着無人機。
飛機的機頭是受損，也德國已經認定是新形態的混合攻擊。烏克蘭就指控講啊，佇咧後壁操作的就是羅西亞。在萊比錫機場的無人機重大危安事件了後，德國各大機場甲關鍵基礎設施攏進入上懸的戒備狀態。內政部長杜布林德週五結束緊急安全會議，親身去萊比錫機場開記者會，強調針對幕後策劃者甲動機，目前攏唔通胡白亂藥。Alle Spekulationen, die es darüber gibt, müssen nicht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gehen, können einfach grundfalsch sein. Es geht darum, in alle Richtungen jetzt zurzeit zu ermitteln. 德國當地時間7時暗時11點40分左右，萊比錫機場附近出現不明飛行物，讓機場暫停運作。真濟台飛行機必須要轉去其他的機場。警方在萊比錫機場的停機坪發現一隻無人機，就停在一隻烏克蘭安托諾夫大型的運輸機邊啊。萊比錫機場是重要的一般空運甲軍事物資運輸的重點，包括德軍甲北約的軍事物資，也是烏克蘭安托諾夫空運公司的據點之一。德國警方檢查了後，發現這隻無人機內底有爆炸裝置，那像就是用化學肥料甲汽油造成的簡易炸彈，也毋過引爆器可能佇飛行過程當中落下來，所以無爆炸。另外，還有一隻 DHL 飛機，佇離萊比錫機場6公里遠的400公尺的天頂，甲一隻那像是無人機的不明飛行物相撞。這隻飛機後來趕緊降落漢諾威機場，發現機頭有小可受損。Verunsicherung in Deutschland beitragen wollen. Nicht nur an Flughäfen, auch an anderen Stellen, nicht nur mit Drohnen, sondern auch mit anderen Maßnahmen. Und das ist Teil einer hybriden Bedrohungslage, wie wir sie heutzutage erleben. 德國專責極端主義甲恐怖主義案件的聯邦反恐部門已經正式接手主導調查。德國國會情報監督委員會指出，對無人機停的位置挖進烏克蘭安托諾夫航空飛機來看，明顯就是鎖定對烏克蘭有重要物流、戰略意義的資產來進行攻擊。烏克蘭駐德國大使指控規個事件，哪像就是羅西亞情報機構策劃。萊比錫這個貨運運輸機場，過去也捌誠做是滲透攻擊的目標。去年有 DHL 貨櫃盜貨。德國迄當陣就懷疑是由羅西亞策劃，公司新聞竟完全翻譯。美國紐約市布隆克斯一棟公寓8月初5爆炸崩起，火勢炭甲真厲害。消防局派超過300人去救，也目前至少是造成1個人死亡，14人受傷，其中包括6個拍火兄弟。大火為窗仔門走出來的烏煙嘛一直衝起哩。美國紐約布朗克斯一棟5層樓公寓，初5向陽傳出真大的爆炸聲，火燒無到2點鐘，就變作是5級的大火。這件代志造成1個人死亡，14個人受傷，其中包括6個消防員。政府出動超過300個消防人員甲醫護人員佇咧搶救，不過火炭燒甲真緊，消防人員二拍花。As the commissioner said, there was some sort of explosion. It blew out window frames. It blew some of them across the street. And when our members got up to the second floor, some of the apartment doors had been blown off the hinges as well. 警方表示，在救援過程，3樓部分的結構已經崩入去2樓，消防員敢會當先暫時撤離，再個重新進入火場，隨夜搜救。警方嘛經過附近的居民，趕緊把窗仔門關起來，避免臭味甲高煙走入去室內。We've had a number of reports. People have been reporting for a month the smell of gas, both reported to the landlord, to the city.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that history or if gas explosion is suspected? Yeah, we don't know at this moment.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there was an explosion. We don't know what the origin is until our fire marshals get in there and do a complete investigation. 目前，這棟公寓的天然氣已經緊急關起來啊！美國紅十字會還有紐約市緊急管理單位，已經設立臨時安置中心，協助安置受災居民。也那起火原因嘛，當咧調查釐清。公視新聞沈樂培編譯。看轉來到咱台灣，風台北海底漸漸瓦緊，這個船幫啊有變動。台東往回蘭嶼的船啊，對今日下晡到甲禮拜無駛，也往回綠島的對面啊下晡到禮拜無開。受到風台群的影響，台東福岡外海已經觀察到風影愈來愈強，已經甲要超過福岡港的爆發。佇咧外海做工課漁船啊，嘛攏入港閃真頭的風。只是最近小連續有風台，漁船啊出海作業時間變少，嘛影響漁民的生活。一條風台上少嘛要有10天袂當出來。連續來通時1個月處理無幾工。不過，福岡港禮運中心要是有真濟遊客要來坐船去綠島，只是後船色大螢幕顯示風台路徑，嘛公告往回綠島的船班為初7拜5中晝以後，到初9禮拜停航。飯店，然後
那些都已經定了，就也不知道能不能退。南蘇的船班嘛，為車列中島過了後，一直到車九攏停航。目前台東的外海風影當咧豆豆變強，提醒佇咧海邊活動的民眾，都要注意風影的變化，避免危險。記者綜合報道。好，氣象署表示講，風台北海地拜五到禮拜會漸漸的挖進咱台灣一個北邊的海域，中部以北可能會來落大雨。都有民眾關心講哦，拜五台北敢有機會來放風台假？台北市長蔣萬安講，市府一定會謹慎來應對。中度風台北海地目前佇台灣東北東大約1200公里的海面，未來漸漸向西北西行。氣象署表示，拜五到禮拜，北海地漸漸接近台灣北邊的海域，中部以北可能有較明顯的風雨，沿海的海影也攏會變較大。從週六到週一這段期間，距離台灣是最為的接近，它的暴風範圍呢也會比較影響到台灣的北方的海域。那至於有沒有可能會影響到陸地，則是要視後期這種路徑上面南北偏轉的情形，以及它的整個結構暴風範圍的狀況而定。所以說預報上面還是會有一些的不確定性。北海地挖進，民眾關心拜五敢有可能放風台假，還是風台準備假？台北市長蔣萬安車道主持風台準備會議時表示，若暴風圈向東北方的海面耍叮當，時到台北地車八車九可能會有大水雨，也是大雨。市府謹慎看台，唔敢叫風雨。預測大概明天下半天有可能會宣布海上警報，暴風圈往東北方海域移動。那屆時可能對台北的影響，在8號、9號可能會有豪雨或大雨。準備年底的選舉，民進黨台北市東部是發起巡洋監兵行動，頭一屆招監票員1000人，要靠青年世代全面參與。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陽是發聲講，希望透過青人規模的計劃，守護台灣的民主。過程當中呢，有時候有什麼突發的狀況啊，有沒有什麼瑕疵啊等等之類的，都要靠着各位的眼睛，才有辦法確保我們這一個得來不易的民主。也拿最近昭和街夜市仔路店東發號因為簽名風波引起眾人評論，最後甲壁倒2個人的簽名用擦掉。對此，沈碧陽是呼籲民眾支持老店，賣電倒予老店，可能入去政治的對答。蔣萬安是歡迎民眾到台北市的夜市甲商圈食好料。記者綜合報道。台南關廟一間汽車材料的工廠，佇咧半暝燒起來火啊，佮拖去到隔壁食品廠甲辦公大樓，加在是無人傷亡。消防局是出動40多台車，派上百人去救。火是燒6點鐘，這個消防才把火勢控制落來。規片紅火烏煙燒甲有夠旺，警消到場已經燒甲無法度收煞。拍火過程，佫不時有物件落落來的聲音。3棟廠房是連做火，呈現直角形的，互消防人員一派泉水出動破壞機具，甲鐵門鋸開。這就發生咧台南關廟的一間汽車材料工廠，警消出動40多台車，上百人來搶救。因為這棟聯動的鐵皮工廠對汽車材料的工廠開始燒，一個啊就拖到邊啊，甚至連隔壁食品廠和辦公大樓嘛燒。就汽車的車燈的零件啊，成品跟那個零件，對啊。因為汽車材料廠房內哪像有大量的車燈、葉片筍，甲真濟真緊導火原料，火火燒甲真大，炭真緊，加在火災無傳出有人傷亡、掉淚的消息。只是講這個工廠無防火巷，加上附近防火水無濟，所以有影歹拍火。透早消防局嘛派重機具在現場處理火油瓦，那環保局第一時間嘛到場收集證據，要做空氣品質監測。最大的缺點就是它完全沒有地防火巷吼，所以沒有辦法去做一個阻隔啊。後續呢，依蒐證情形跟後續的火災調查報告，如果認定有違歸屬實者，將依違反空污法32條規定，最高可處500萬元以下罰款。這場火災燒將近6點鐘才控制落來。事實上，5年前這個所在嘛發生過火災，這擺初估燒的面積3000平方公尺，詳細導火原因可愛進一步釐清。記者蘇在南採訪報道。食毒賽車威脅公共安全，新竹縣警察局甲新竹地檢署是成立依托密匙專案小組，透過科技對毒品的源頭，是成功查到依托密匙混油1.7公斤，分彈26粒，甲做毒的技師，抓到9個人依法送辦。也警方表示講，因為無定時、無定點，佇咧大路攔查抓食毒賽車，守護交通安全。到了，到那個。
一台貨車駛在大路煞海來海去，差一點仔就弄到天地邊仔的車輛，後來甚至駛去對面車道，險險就出代志。民眾感覺駕駛應該是截圖塞車，趕緊報警。員警見情，精神恍惚，並依法對其實施毒品唾液快篩，結果呈現依托鼻子陽性反應。全案將李前依毒駕公共危險移送新竹地方署偵辦。面對愈來愈嚴重的毒品問題，新竹縣警察局甲新竹檢察署成立專案小組，進行大規模掃毒，成功查到依托米子混油1.7公斤、分彈26粒，以及相關製作家私，而且掠到9個涉嫌違反毒品危害控制條例嫌犯，依法移送法辦。一旦吸毒上路之後，它造成的危害可能會更甚於晚上哦，而且可能有一些吸毒者他會有僥倖心態，認為警方只會在晚上來做攔查，所以我們的執行策略，不論是白天，不論是晚上，我們是不定時、不定點的，讓這些吸毒者不敢僥倖上路，加強來查緝毒駕。我想這個是影響我們人身體是非常大的一個危害的因素啊，我們會繼續打擊，零容忍。警方呼籲民眾千萬唔通因為一時好奇接觸不明來源電子煙甲毒品，民眾若發現疑似有人賣毒，也是製毒、截毒，第一時間就應該向警方檢舉，共同來守護社會安全。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好，運毒閣有新出頭，有跨國的運毒集團甲1公斤的K他命潛入去3D 列印做出來紅仔鑫內底，對德國寄來台灣，加在警方有甲擋落來，無互這毒品落市面。這是姓陳的嫌犯住的所在，警員要求伊交出手頭的包裹，包裹內底有3D 列印的紅仔鑫甲數字型的物件，這外表看起來無啥，內底竟然摕3級毒品K他命。將毒品藏入自德國寄出的3D 列印玩具熊及數字視頻包裹，企圖蒙騙闖關。專案小組循線逮捕挨末的誠信主嫌及誠信共犯。警方表示，涉案的主嫌開大條錢，請共犯提供大個所在來做收包裹的地址，甲跨國的賣毒集團合作，加再互警員抓到，這1公斤的K他命才無流出去。這是高雄市美術東勢路，一個男性騎機車騎佇頭前，後壁警員發現伊佇換車道，閣哪騎車哪食薰。警員甲伊載落來，發現伊的駕照已經互註銷，身軀頂閣有怪味。張男雖再三向員警表示自己已戒毒，然而見警方不為所動，轉而開始求饒。最後經對其實施唾液毒品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用快篩檢測，確認這個男性有毒品的反應。伊閣講家己當咧戒毒，希望警員會使幫伊刷。警方表示，毒品嚴重影響駕駛人的專注甲反應。甲這個男性按照涉嫌犯公共危險等等的罪嫌，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交通違規的部分也按照法律來舉發。記者綜合報道。來講，2021年新冠疫情迄時陣哦，佇咧嚴重也疫苗大欠，就有律師甲中人假做是上海復星集團的股東去甲主席講會當倒買 BNT 疫苗，毋過就是愛付因委託顧問費。也經過台中地檢署調查，發現這個詐騙金額竟然超過10億。本案拘提羈押陳女等6人，查扣黃金158公斤、現金9300餘萬元、高級汽車2部，並扣押陳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動產等，價值合計10億8千餘萬元。檢調發現講，犯案律師假講會使買 BNT 疫苗，甲主席騙10億外，也對內底摕現金摕6億外，藏佇咧共犯中人因兜，其中閣有2億外摕去買金條，想要閃法律的追查。毋過閃哦，也是閃袂過，即馬台中地檢署已經甲相關的人士來起訴。衛福部屏東病院有前員工佇4月寫批予衛福部，講因即個病院的院長啊，甲伊霸凌，伊無砍職，才來死頭路。也甲衛福部檢舉到即馬是3個月，攏講無啟動調查。也衛福部是回應講，因為即個案件當到7月初1來實施工課場霸凌的新制度，也牽涉機關首長的即個霸凌案件，會交予地方政府來調查。也即馬資料是已經交予屏東縣府來偵辦。
病人出入日，屏東病機平常日共款未少人。不過，一名離職的員工今年4月寫批甲衛福部長檢舉，指控受到院長的工課場霸凌，表示院長常常對病院的員工講話足無客氣，甚至佇無共單位的同事面頭前質疑伊的工作能力，造成檢舉人的壓力愈來愈大。落尾只好辭職去找別的工課。到了評鑑也都是要去負責啦，你不要再躲了，哦，這全員動起來，沒有參加的話，就給我記住。全部參與，不參與的話就我之前講過的難聽的話都講過了。他就說他在當眾裡面有很多科室的各科室主管面前直接講說，那現在評鑑在即了，那怎麼辦？所以你什麼都不知道嗎？那我們管中到底有什麼事情能夠問你？這句話的時候，非常的侮辱我。在整個現場的霸凌，我已經覺得已經5、6個月了，我到現在我的狀況還是不法侵害跟霸凌的部分，目前也是因為就是申訴人跟被申訴人，原則上目前也都在那個目前的一個階段。屏東病醫表示，因為案件進入調查階段，因無方便加講啥物，未來會佫提升董事關懷機制。除了工課場霸凌的部分，董事人嘛質疑，為什麼4月就寫批予衛福部長，經過3個多月啊，霸凌的調查完全無進度，所以真正唔知要安怎。約時間要來訪談嘛？對，找委員啊，要時間，然後你跟他約時間，就那個委員找好了，可是那個申訴人他反而說他6月沒有空。已收到申訴人資料補正，將於10個工作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是否受理。對此，衛福部醫學會表示，因為案件當着7月7日工課場霸凌的新制度上路，牽涉到機關首長的霸凌案件，會交予地方政府負責調查，已經把資料送予屏東縣政府接手辦理。記者柯明哲，屏東採訪報道。也中華八卦山區昨暗有幾若隻水路縱過車路，佮弄着騎奧多擺的是害人險馬來離慘。半暝山區的路人，原本民眾只是想要翕路中央迄隻鹿仔，想要到下一秒邊仔樹林，佮有幾若隻水鹿仔走出來，衝過馬路。一名奧多擺的騎士閃袂赴，迄個鹿仔雄雄弄起哩，差一隻馬人掛車摔出去，鹿仔尾啊衝入去樹林，全喺無去。這件人甲鹿仔相弄的事件發生佇個初五半暝的中華第74甲線大鳳社區山區的路段，而且等來到事發的現場，未少捌經過這條路的騎士攏講，暗時佇這個路段確實常常看到鹿仔。這隻啊，你是暗時看到？你是攏暗時哦？他會直接停在馬路上啊。哦。我有一次也是從那邊來到那邊的時候，有沒有？哎。啊，他就停在路上，他也不走啊。你還等他把人家到。當地里長指出，八卦山區的水鹿仔族群數量這幾冬成長足緊，活動的範圍一直在擴大，而且這個水鹿仔來源應該是早期養殖場偷走，也是另外誕生的個案。因為以前在山谷裡面有人在飼養水鹿，就可能被跑出來了，然後就一直在繁衍下代下去了。對，進城還有人來起龍啊。鹿科的活動範圍本來就很大哦，它還可以到。真的是可以好幾平方公里啊！它是因為它主要是覓食嘛，覓食它又到處跑，而且它又沒有什麼天敵，所以它比較唯一就是怕有時候會對人比較敏感啦。學者表示，像八卦山卡的第74甲線、東外環道路、關道139線頂路段，攏會當看到水鹿仔的形影，表示水鹿仔族群唔那穩定，活動的範圍嘛真大，建議應該實施實體隔離，甲專業人士進行專案醫療，來減少人甲動物常常發生衝突的狀況。記者綜合報道。宜蘭的新農路是市區中心，也遐的糕仔店是真出名，有真濟人去買。不過，佇咧紅線違規停車的問題就佇咧多。也縣府的規劃講啊，要佇咧新農路的這個路邊來增加停車格。不過，這就引起質疑，是不是壓迫到過路人咧行路、行車路的這個空間？宜蘭市新農路有名的糕仔店，若到暑假大月，無論是平常時也是假日，攏足濟人來遮消費。真濟人為着要買糕仔，鎖佇紅線違規停車。違規停車的車輛影響過路空間，致使人甲車爭道，過路人行佇路面看到是真危險。因為新農路是佇個市區的中心，車流量大，縣府考慮到路邊違規停車會常常出現小拼岔車的狀況，所以規劃分階段佇個新農路增設路邊停車格。縣政府的設計有很多盲點，首先它忽視了人行
空間的需求跟安全。民代質疑，縣府增設路邊停車格設計有真濟問題無考慮到，譬如講，新農路並唔是所有的路段攏有停仔卡，無停仔卡的路段設路邊停車格，就會逼民眾行佇路邊，而且路邊的車格嘛會少數違停合法化，甚至有鼓勵路邊停車，增加違規停車的記錄。就因為車子來很多嘛，然後可能就擋到我們的路。如果這邊做路邊停車格會對行人會比較不友善嘛？如果常走應該是會蠻不方便。部分民眾嘛認為，當地增設路邊停車格會讓過路人無方便。根據縣府的規劃，新農路預計分2階段劃設路邊停車格，希望會當增加路邊停車的流動性，減少小坪岔車的情形，讓新農路交通會當更較順。那如果有一些比較老舊的住宅，它沒有騎樓哈，在這個路段我們就不設停車格哈，會讓那一邊的路肩留下來。對着外界質疑，縣府表示專案還佫咧規劃，也未定案。未來針對新農路無停仔卡的路段，會討論賣增設路邊車格，保留過路的空間。若違規停車的問題，未來會佫要求警方加強處理，維持交通秩序。記者綜合報道。也佇咧高雄九如橋通車無到1禮拜，上橋進前已經有部分路段封做厝行。居民講，會做厝行是為着要方便到回來，或是講坐輪椅的人來出入。毋過家己做厝行，這已經違規，也市府表示講有請里長來協助，勸居民來甲這個厝行拆掉。鐵仔做的架倒佇人行道甲車路邊仔，要互汽車、機車方便出入邊仔的路仔厝。高雄九如4路外華安街路段，因應九如橋改起重新鋪路。毋過有民眾發現九如橋通車無1禮拜，當地人行道已經有人違規家己設鐵仔的架。阮就是落物件上會，甚至人的郵局的郵差啊，要上物件來就很方便啊。然後現在起了反而造成我們整排的居民一個很大的困擾，不能停車，不能騎摩托車，也不能上來。新興障礙者坐輪椅，互家屬殺轉去厝。住戶講改起了後，人行道真寬，毋過使用率低，而且這條路規排的路仔厝真濟是點頭，閣有適合新興障礙者。這個是為着方便巡迴落會，閣互輪椅甲救護車出入。救護車也是啊，停下來。上下坡的話比較好推啊，不然我們推不上來啊。機車落架到車路，這條路目前有人倒6個鐵仔架，不過唔若架的問題，有人煩惱當地車路甲人行道變作是私人的停車場。因為安尼管幹無好，也是講有產生咱行路的危險，這阮會來建議咱交通局是毋是有那親像咱對面大樓安尼吼，咱的人行道內底用一個讓我們停機車，這嘛是真好的辦法啦。商家及住戶為了車輛進出方便，施設固定式或移動式斜坡道，佔用人行道，違反相關行為，本處已請里長跟本處派員去現場柔性勸導民眾拆除。新建工程處提醒住戶，若無把這個架拆掉，市府會去拆。經過里長的考驗，住戶是佇車道把這個架攏拆掉。不過有關希望市府甲其他民眾會當體諒因，參詳出一個方法。記者綜合報道。花蓮東大門夜市邊仔，本地是陽光電城橫佇咧遐市網，也5當前縣府是開上又轉型做原住賓館。那即馬說講已經完工當外進駐的廠商無幾間。經過上月經費徵收，拍遠真久的花蓮陽光電城，即馬已經正熱鬧。白色主體加上大面積玻璃窗仔建築，即馬是花蓮縣府規劃以原住民文化產業為主的泛宅內原網館。敢有看到人？暗時啊，較有人的。係啊，暗時啊。啊，二時啊，攏關起來啊。二時啊，二時啊無人啊，暗時啊，較。轉型後的泛宅內原網館完工了，已經經過當外，卻因為廠商進駐的問題，和審計師列入檢討項目，引起在地族人的關切。花這麼大一筆錢來蓋這樣一棟建築物啊，一個基地，它其實真正應該是要幫助到原住民族文化的產業的發展。可是如今呢，卻閒置1年4個月，這形同是建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蚊子館。縣府原住民處強調，審計師的資料是今年3月進前的狀況。5月縣府已經和5間廠商簽約，嘛一個進駐，包括有原住民文創產業、餐飲、咖啡等等的業者。最近會閣和3間廠商簽約。我想我們去年一連串碰到許多天災的議題，那當然有一些商家對於不管是在投資或者是在營運上相對比較保守。那我想花蓮的景氣越來越回溫，那對於信心2個字
許多的商家就看好花蓮的一些前景，所以也慢慢陸陸續續的跟我們原民處做一些聯繫。原住民處強調，原住民館空間分3樓，攏總會當互在已經廠商使用，邊啊，閣有當代文藝市啊，對結合觀光、原住民文化產業，攏有正向樂觀的發展。嘛加舉辦活動，積極推廣，互伊變作是市區上新的據點。記者綜合報道。嘉義縣種番仔薑的面積佔國內總面積的3成，不過進前是落黃霜雨，也最近又閣上過頭熱，是影響到番仔薑的產量。也想要靠進口的來補，也番仔薑哪像講啊，調佇咧海關，這個番仔薑的供應無夠需求，必須計數來大氣。將番仔薑切好一片一片，加入去料理當中，來增加濕水，佮有氣味。餐廳業者講，這陣仔明明無風台影響，結果番仔薑的計數算是起起落落，對成本有造成一寡負擔。頂禮拜是95，這禮拜125。辣椒在咱這個餐廳內底是絕對用的食材之一，所以阮原來一定愛買。當然成本絕對加減攏會起，嘛是愛繼續愛買落。嘉義縣種番仔薑的面積大約有434公頃，是台灣番仔薑上大的產地。原本愛來大的番仔薑，卻因為天氣熱甲黃霜雨，影響到生長的速度。地區這段時間本土種的番仔薑少，需要靠國外來進口。那時候大概70-80整到150-160那裡。這個季節我們台灣的產量少，還有剛好遇到那個不知道是海關還是那個港口，它先擋住了。一時進不來，所以它就漲價了。熱啦，熱無開花，這種較久啊，較生2條噴。番仔薑上驚落雨啊，這就是落雨過，迄個炭疽病熊壓起來。市場通商表示，導遊事件了後，相關單位有加強進口檢查，所以影響到番仔薑入來台灣的時間。市場的需求增加，價錢對得起，所以這陣仔開始發生番仔薑向起價，可能過幾天佫降價的狀況。卡數進口的番仔薑順利通關，入來國內價錢嘛會豆豆啊穩定落來。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南投無焚化爐處理糞掃是真頭殼痛，也環保局為着要對源頭來減少糞掃量，佮加上講啊，每年開始中央是禁止用糞池豬，這個南投縣府就要來補助家庭買糞的處理機。因應着非洲地震，政府已經宣布，對明年開始全面來禁止用糞來飼豬，攏要當做糞掃來單掉。有的家庭就會去買糞的處理機，把厝內剩的飯菜變做肥料。有的家庭出就一大包，其實也蠻麻煩的。當然是現在的比較方便啊，它是乾燥化嘛，轉化成一個有機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廢物利用。因為這若標出去，這嘛是造成困擾。咱若家己做肥來用，嘛是真環保真好啊。毋過糞的處理機無俗，一台攏愛成萬塊，俗的嘛愛7-8千。有一寡家庭想要買，煞買袂落手。配合着明年度開始禁止用糞來飼豬的政策，加上希望糞掃來減量，南投縣政府推出家用的糞的處理機的補助，望透過補助降低民眾買機器的負擔。一戶補助一台，上最會當補助5000。那如果能夠透過家用處理機，在重量跟體積上都可以大為減量，所以我們到10月30號為止，補助每一戶的鄉親，只要你有購買家用處理機，我們會補助你購買的金額的49%。上關到5000塊，所以你若是買一台1萬塊的機器，阮就補助5000塊。糞的處理機甲厝內水果皮、抾菜無礙的菜葉啊，剩的飯菜加雨水乾掃。南投環保局表示，對源頭減少糞掃的量，會當減少清潔隊後壁處理的負擔，佫會當甲糞變做資源，甲廢棄物變烏金。記者安秀南投報道。行政院文化獎即屆頒予投入電影工作50多年的剪接師廖慶祥、台灣戲劇研究學者屈坤良，佮有自然文學的作家齊林修。李慶秀。不管是台灣第一個得到國際三級影展獎項的非正城市，還是充滿台灣在地感覺的王道電影《少年的安娜》，後壁攏剪接師廖慶祥的功夫，伊投入電影工課超過半世紀，佮業界學了伊是台灣電影的守門員。廖慶祥嘛和導演好好現頂人做伙成立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繼續推動電影產業的發展和創新。走進教室，看見年輕一代眼裡對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灣的電影的生命力
一直在延續。在行政文化獎的頒獎典禮，有光影、布袋戲的影戲和融合傳統戲劇的音樂表演。要向得獎的廖慶祥和戲劇的研究學者柯坤良和自然文學作家施仁修來致敬。廖慶祥是擔任這儕作品的剪輯指導，最近幾年佫投入教育工課來培育人才。深耕台灣傳統戲劇和民俗研究這儕年的戲劇的學者柯坤良，嘛得到文化獎的公認，伊兼作家和舞台劇的編導，佫有戲劇學者等多種身份，一生拍拼推動台灣戲劇的保存，嘛積極在推動傳統和現代的融合。給我的一些那種整個對戲劇、電影或者是大眾眼裡的一個親身觀察。柯坤良表示講，見證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嘛想講好加在家己觀察社會變遷，個當一直學習，甲創作嘛當作是興趣和一生的職業。自然文學作家施仁修在頒獎迄天，同款是安排野外的田野調查，並冇親身參加頒獎典禮。記者綜合報道。台灣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蔣渭水先生病逝滿95冬，當年伊過身，國家是加辦大獎狀，有紀錄片留落來，也即馬國家影視廳中心守護好勢，重新放送。即有頭有面的人，甚至有學生、查某學生，甚至是即個民眾無穿鞋來相送，所以當凸顯到其實呢，即個人無定攏是受到蔣醫師、蔣先生鬥相共。觀眾若看畫面，便須若解說再現日本時代看電影的形式。蔣渭水毋但是醫生，也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先驅。伊佇1931年8月初5病逝，這是當時翕的蔣渭水大獎狀紀錄片。在蔣渭水過身滿95年，即天公開收穫成果。蔣渭水的孫仔蔣兆金先生表示，看到過去有5000人毋驚日本警察的威脅來送別，真感動，嘛認為這是重要的文物，應當愛有較全的設備來典藏。1931年，渭水先生過往了後，其實台灣的這個社會運動就去予日本政府規個攏解散去啊，會使講是台灣之寶啦。那應該是講愛有一個恆溫恆濕的這個設備來甲典藏。蔣渭水在生的時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關照勞苦大眾，抵抗日本威權統治。蔣兆金表示，蔣渭水過身18天後，總理委員會甲各界在台北大潮亭為伊辦大獎狀，這是一場社會運動家的告別式，嘛是台灣民眾黨的黨狀。紀錄片當時，互日本政府禁止放送，然後20年前才出土，由台北市文化局甲舞大買落來，今麥由國家影視廳中心重新修復。5千多個勇敢的台灣人行出來參加這場大獎狀，你愛注意講，這個背後是80多個日本警察，點樣幹死你知無？還是偌勇敢的。不管是展覽，不管是影片的放映，或者是教育推廣的活動等等，我們希望可以讓這一支修復完成之後的影片，可以被更多市民看見。台北市文化局表示，未來紀錄片會透過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來推動放送展覽和教育推廣，希望紀錄片的歷史影像會當進一步發揮文史的公共價值。記者盧尚如、鄭俊佑台北報道。極端氣候已經影響到咱的日常生活，無論是考驗、飲水，也是講的傷害，對咱人、對大個產業攏是造成損害甲威脅。都有環保團體發布6度氣候變遷衝擊評比，指出講對於這個飲水啊、高溫的天數、洪災、水災才會傷亡等8大指標來檢視。未來若是講全球，也是講區域這個平均的氣溫增加2度，綜合評比6度受到氣候變遷這個衝擊，上界嚴重的前3名是台南、台中、甲高雄。全球暖化甲極端氣候對台灣嘛造成極端降雨、淹水、高溫熱傷害。有環保團體發布6度氣候變遷衝擊調查指出，這10年來洪災、水災對農業無業的損失，台中、台南甲高雄分別攏超過80億。若高溫以上，北甲台南上明顯，尤其台北上嚴重。10年來35度以上高溫的日子就超過86天。環團指出，即使全球也是區域平均氣溫壓2度，綜合評比6度受氣候變遷衝擊上嚴重的前3名是台南、台中甲高雄。我們去看了6都的這個氣候變遷調適的預算呢，其實呢，它在做這個社區能力建構的部分，它的預算佔總預算幾乎都不到1%，最起碼應該要提升10%。環團呼籲地方的氣候治理愛加關預算嘛，應當以社區為本。
有學者以7個鹽埕濕地種地，見若上大雨還是風颱，就驚拍開水門會造成社區淹水。但是運用在地居民的經驗，以水位超過70公分的淹水來設定安全的範圍。研究團隊成功淹水，嘛兼顧濕地生態甲防洪需求。伊也鼓勵地方政府要增加居民參與來討論氣候衝擊的因應對策。長期的生存經驗轉譯成客觀的科學警戒指標，那在不超過這個警戒線的前提之下，這些年來我們多次成功的引水，具體制度化，讓社區為本的氣候調適能夠正式納入治理機制。安那環境部是回應講，以社區為本有在地參與是氣候法當中真重要的精神。不過要落實嘛，要根據科學盤點風險評估來提出氣候調適對策。每一個地方政府成立的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面對的這些風險跟策略處理好，那我們再來做經費的支持，這個才是有意義的。那目前115年溫室氣體管理基金要到城市提來補助溫室氣體減量，在氣候調適的部分，敢若交一8%。環境部表示，基金是用來結頭腦提出氣候調適策略所用，若是這落實的經費，要是歸國主管機關來編預算。記者盧尚珠、陳俊堯台北報道。來關心下半部的氣溫。北部地區30度至35度，中部地區30度至35度，南部地區30度至35度，東部地區31度至36度。外島地區29度至33度。感謝收看今日下晡新聞，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